哇！呢個竹林真係好靚到啊！嗱，同鏡頭前面各位街坊講我咧，大家都以為我係響四川啊，餵緊熊貓嗰度啊。嗱，今日咧我唔係響四川度啊，我係響中山馬鞍島嘅一個樓盤啦，粵海城呢個樓盤喺度嘅。嗱，呢個樓盤打炮喺度啦，除咗一個咁靚一個竹林啦嘅響放喺園林度啊，真係好少見，成個中山都好少見喺度啊。除咗一個竹林嘅一個園林之外嘅話咧，其實仲有一個咧好特別嘅一個沙灘泳池喺度啊，深咗成1000方嘅沙灘泳池，仲有一個900米嘅跑道啦，啊，同埋屋苑嘅出邊嘅話咧，仲有成片嘅一個紅樹林啦，係咪啊？再前邊個咧就係一個睇海嘅橫門水道喺度嘅，咁遠處咧仲望翻啲五桂山嘅山景添，即係可以咁講，近嘅可以望到一個紅樹林啦。同埋一個海景啦，五桂山山景啦，咁望翻遠景嘅話咧，同樣都係非常之靚喺度啦。大家見到個景嘛，哇，維護得非常之靚喺度啊，非常之整潔，而且佢嘅樹種選材非常之多，非常之優質嘅一個樓盤喺度啊。而且除咗一個咁靚嘅環境之外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咁講，呢個樓盤嘅話咧，開發商嘅實力都非常之長喺度啊。嗱，呢個開發商係由粵海地產嚟打造喺度嘅。我唔知道鏡頭前面各位街坊清唔清楚粵海置業呢個開發商喺度啊？因為粵海地產咧，佢係屬於一個咧好多嘅一個營業嘅範圍喺度嘅。可能首先同大家非常之熟知咧，就係一個粵海嘅水務喺度啦。佢係一個供港，即係水源咧係供俾香港度嘅。而且好多嘅雞鴨鵝嘅咧，其實提供嘅咧都係供港嘅一啲生禽啊，都係做翻啲範圍嘅一個業務喺度啦。即係可以咁講，第一個佢係做水務嘅，第二個佢係供應嗰啲食物嘅，第三個咧佢有啲產業嘅投資啦。咁最後嘅就係房地產喺度啦，係非常之有實力嘅呢個開發商喺度嘅。最關鍵嘅話咧，而家大家見到嘛，成個樓盤嘅外立面大家見到嘛，成個樓盤而家目前確咗權喺度啦。粵海地產、粵海城呢個項目嘅咧，佔地咧係150畝地喺度嘅，總共有19棟住宅喺度啦。而且目前整個樓盤嘅話咧係已經確咗權喺度嘅，即係佢咁講，即買即收樓即辦證喺度嘅。啊，而且關鍵係咧，佢成個屋苑嘅建造嘅水準啦，同埋綠化都好啊，係非常之高喺度嘅。啊，佢嘅外立面非常之襟睇喺度啦，園林綠化咧又做得好精緻喺度嘅。關鍵係咧，除咗啱啱講嘅園內入邊嘅一個設施非常之足之外嘅話咧，其實佢一個可以咁講啊，佢個配套都非常之齊全喺度。可以咁講，海陸空鐵位於一體嘅一個交通嘅一個大城喺度啊。首先同大家講下咩叫海啊。其實大家因為我哋呢度咧屬於中山嘅馬鞍島啊，喺中山嘅最東邊喺度啊。咁去翻深圳嘅話咧，去翻深圳機場嘅話咧，大概可以咁講半個鐘時間到嘅啫，係咪啊？咁一橋之隔就去翻深圳喺度啦。因為我哋呢度去翻上翻高速啊，即係翠亨站嘅呢個站咧，上翻高速嘅話咧好近，開車大概5分鐘啫。可以咁講，搭飛機去翻深圳機場半個鐘啫。海呢個海呢個就係空啦。咁海嚟講咧，其實咧去翻個中山嘅客運碼頭啦，可能揸車嚟講，因為呢度屬於馬鞍島嘅一個中北部嘅地方度啊。咁而家目前咧中山嘅客運口岸咧喺馬鞍島嘅南部嘅。咁如果揸車嚟講10分鐘時間啫，可以去翻搭船嗰度啦，160蚊就直接去翻香港嗰邊嗰度噶啦。嗱，呢個就係海嘅。啱啱講到空啦，咁仲有一個陸啦，陸就啱啱講咗，其實咧我哋項目其實就5分鐘時間就可以上高速嗰度噶啦，去翻深圳啊。咁海陸空仲有個鐵，大家好關心嘅鐵路。咁明年2027年嘅話咧，就開通一條南中城市嘅一個地鐵站嗰度啦。咁我哋呢個屋苑最近咧就係香山站嗰度啦，即係可能咁講啊，行路3-5分鐘就去到呢個地鐵站嗰度啦。而且呢個香山站咧，地鐵站咧係非常之有來頭嗰度，可以咁講係屬於廣州、中山、珠海嘅一個交匯點喺度嘅。咁你平時如果你想去翻廣州南沙嘅，去翻20涌嗰邊，去經過12涌轉翻18號線去翻珠江新城啦，半個鐘頭你去翻廣州嗰度啦。咁如果你想去翻市區嘅，咁接落嚟咧，我哋成個中山咧其實有7個站喺度噶嘛。咁最尾站就興中站，去翻萬象匯，可以講緊都係半個鐘嘅時間，可能15分鐘時間啫，唔使半個鐘頭，10到15分鐘吧，幾個站。6個站就到翻興中站啦。咁如果而家未來嘅話咧，佢仲經過
香山站嘅話咧，接駁之後咧，仲有一條地鐵咧通翻去珠海嘅拱北添，所以講將嚟同樣都係半個鐘頭時間到，可能都唔使20分鐘時間，直接去翻珠海啦。所以講呢個地段係呢個站點係非常之核心嘅站點喺度啊，而且我哋依家呢個屋苑嘅話咧離站點3-5分鐘，行路就可以去得到喺度啦。所以講佢嘅地段係非常之優質嘅。嗱，咁當然啦，啱講咗好多海陸空嘅啲設施啊。咁其實買咗呢個屋苑嘅話咧，仲有一個福利喺度嘅喎。粵海地產派專車，每日有4到5班車咧，直接由屋苑嘅門口出發，直達翻去到深圳嘅前海啊、深圳灣口岸啊都可以嘅。業主福利5蚊雞啊，冇聽錯，5蚊雞就可以過翻深圳嗰邊啦。所以講大家嘅交通成本咧。生活成本咧一再咁降低咗喺度㗎。嗱，究竟呢個屋苑咁好嘅配置，大家可能都係好想了解。喂，而家賣緊啲咩產品咧？嗱，而家目前咧賣緊係一個成個粵海城一個 C 位啊，第一棟單位喺度嘅。佢所位於成個樓盤一個可以咁講叫樓王單位喺度啊。成個樓盤嘅中間心位置最靚、樓區最闊喺度嘅位置喺度嘅，最遠去到360米。可能最第二嘅話咧，可能佢樓區可能望翻海嗰邊係無限嘅樓區啊，係講緊最窄嘅樓梯360米喺度啊。嗱，第二嘅話咧，除咗1棟之外咧，佢仲賣緊14棟啦，同埋3到5棟嘅一啲尾貨單位啦。咁面積涵蓋咧79到123平方都會有嘅，從3房到一個大4房都會有喺度嘅，而且目前呢個樓盤全部係大精裝啊！好多香港街坊最中意嘅就係咧帶埋嗰個精裝修喺度啦，唔使自己煩喺度啊嘛，係咪啊？嗱，咁我而家同各位街坊講下之後咧，嗱嚟到一個咁靚一個泳池嘅一個景觀喺度啊！嗱，見到話而家好多嘅草叢入邊咧，綠植上邊咧佢有啲燈光喺度啊！我相信晚黑之後咧會更加靚到啦！咁再前邊嘅話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室外嘅泳池啦，過千方嘅泳池啦，同埋一個前邊嘅一個跑道啦，1公里環住成個小區一個跑道，而且係屬於一個叫塑膠跑道喺度嘅。所以講呢度喺呢度生活嘅話咧，真係每日好似度假咁啊！嗱，大家見翻成個樓區係咪好闊咧？全部係一棟樓，一棟樓就一個位置喺度啫。嗱，非常之開闊嘅景觀喺度㗎，係咪啊？而且而家目前咧，佢嘅入住率咧都非常之高喺度啊！大家見到我而家目前我身後好多嘅一啲本地街坊啦，或者周邊從業嘅人員啦，嗱，佢家庭啊，全部喺度帶小朋友嘅呢度嘅啊，所以講佢呢度入住率好高，係非常之有人氣嘅，可能改變你一貫以嚟對於馬鞍島嘅一嘅睇法喺度啦，可能以為馬鞍島哇，佢而家目前配套差，商業氛圍好差，唔係啊，呢度可以咁講，馬鞍島數一數二嘅樓盤入住率喺度㗎。嗱，呢度你見到啊，而家目前封咗窗嘅，掛住陽台嘅衫嘅，其實都係入住咗喺度啦。目前啱啱收樓應該半年時間到啫，咁已經入住咗有超40%可以咁講啊，100%冇可能嘅，畢竟一個新樓盤喺度啊，而且好多嘅住喺呢個小區話咧，好多都係香港啦或者深圳啦，佢本身做開嘢嘅，過翻嚟呢度做嘢，過翻嚟呢度住啊，或者係度假，我都係一流啊。因為而家目前講緊深圳寶安嘅一個方去到8萬蚊以上，甚至更加高啊。咁而家講緊呢度。講緊今日我哋講緊呢個樓盤搞嘅特價單位，可能去到13,000蚊一方就買到呢個樓盤喺度啦。咁當然啦，啱啱講嘅佢有啲 C 位咧，C 位一棟嘅話咧，價錢相對會高少少，去到15,000嘅。咁如果係買翻啲二線睇翻海景嘅單位咧，都係13,000蚊起步啫，係咪啊？有興趣呢條片，中意呢個樓盤嘅話咧，繼續睇落去，之後咧同大家嚟深度拆解下而家目前賣緊嘅戶型。嗱，跟住鏡頭一齊睇。而家喺粵海城嘅 C 位啊，成個樓盤嘅 C 位一棟25樓嘅板房，同大家嚟講翻呢個咁靚嘅 view 先。嗱，而家我身處喺89平方嘅樣板房度啊，咁望翻出嚟，哇，成個嘅一個海景啊，係咪啊？其實所謂嘅海景咧，就係橫門水道嚟喺度嘅，係一個屬於一個鹹淡水交界嘅地方度啦。望翻一個海景。咁再前邊咧，大家見到條橋嘛，就係中央高速諗到啦。咁直行響我鏡頭，直行向身右手邊直行咧，就去翻城區嘅。咁往下行嘅咧，就去翻深圳嗰邊啦。咁呢條橋嘅再前方咧，就係東部特大橋啦。咁再前方嘅，大家見到綠油油一片嗰度咧，其實就係翠亨國家濕地公園嗰度啦。所以講呢度嘅空氣啦、質素咧非常之高喺度㗎，有綠植啦，有啲海風啦，成個人非常之放鬆喺度㗎。而且關鍵咧，喺我哋屋苑嘅前邊度咧，仲有一個
成公里長嘅一個綠紅樹林喺度啦。嗱，有紅樹林嘅地方咧，證明呢度嘅水質啦係非常之 OK 嘅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呢度生存唔到，係一個濕地嚟嘅。濕地公園佢對水體嘅過濾啦，同埋好多嘅嗰啲動物咧棲身喺呢度位置喺度嘅，所以講呢度環境絕對 OK 喺度嘅。嗱，再睇翻我哋成個月下邊度啊，嗱，咁下邊咧下方度咧就係成個粵海城嘅一個會所喺度啦，係嘛？再下邊見到我哋一個好精緻嘅園林啦，同埋一個雙泳池都望得到喺度嘅成人池啦、兒童池啦都有喺度嘅。咁而家目前咧準備開放喺度㗎啦，咁到時話咧會好多啲小朋友啦、大人啦喺呢度啊，家庭樂啦都係好正喺度嘅。咁喺鏡頭嘅前方，大家見到嘛，仲係雙草皮嘅一個露營公園喺度啦。咁週末嘅話咧，其實咧可以帶埋露營椅啦，簡單嘅嗰啲烤爐啦，喺小區入邊可以自助一個休閒嘅一個場地啦。我覺得非常之正喺度，每日喺呢度生活嘅話咧，真係好似度假咁啊！嗱，咁回歸翻呢隻戶型啦，啱啱講咗咁靚嘅景色啦，再講翻呢個戶型。嗱，呢度而家目前咧，我喺89平方嘅嗰個積喺度啦。咁大家見翻嗱，呢個陽台嘅話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長喺度啊，一個開間去到成5米半嘅一個長度喺度啊。咁闊度啊，其實都係正常一個3代宅嘅標準啦，去到1.2米喺度嘅。咁再入翻嚟睇翻屋苑嘅設計先。嗱，成個屋苑嘅設計咧，佢會比較80呢日方數嘅話咧係85平方度噶嘛。咁89平方啊，唔好意思啊，89平方佢做咗3房，我覺得呢隻戶型嘅話咧，係目前嚟講係屬於我覺得個人比較中意。第一個佢會多嘅好多嘅贈信空間啦，第二個佢嘅景色會最開揚啦，無遮擋喺度啦，係咪啊？咁就首先同大家由入戶門去講起先，因為到時大裝修話咧，佢係呢套單位咧都係大裝修設計啊，唔係毛坯嘅大裝修喺度嘅。咁佢好多嘅標配咧，基本上都會有㗎啦。首先入戶大門講翻起身啦，嗱，入門嘅話咧，佢係一個而家目前所見即所得喺度啊！嗱，呢個好厚實嘅一個防火門啦，同埋一個3合1嘅一個指紋鎖喺度啦，全部都係品牌喺度嘅，包括而家目前大家見到嘅通屋嘅一個地磚喺度啦，都係用咗一隻咧係80×80嘅大磚喺度啊！嗱，非常之紮實。咁再睇翻成個屋嘅設計啊，佢粵海城嘅話咧，我覺得佢一個戶型一個特點喺度咧，佢所有嘅陽台咧，佢廚房正常咧，常規嘅戶型咧係廚房出去一個生活用露台喺度嘛。不過咧，而家目前喺粵海城嘅話咧，佢所有嘅陽台咧，基本上都係放咗喺主陽台出邊喺度嘅，因為粵海城。佢呢個樓盤基本上佢景觀好，係最開揚喺度嘅，可以望翻個海景啦。即使你望翻遠景都好，佢嘅樓間佢都係非常之闊喺度㗎。咁呢隻戶型89平方咧，主要望嘅 view 咧都係一個海景，係咪啊？山景係咪啊？非常之靚喺度㗎。嗱，咁再講翻戶型先，佢嘅廳嘅開間咧，去到3米半嘅開間啊，89平方嚟講，我覺得係好大喺度㗎啦。而且一個長陽台啱啱講咗喺度啦。咁再過翻嚟就客廳啦、餐廳同埋廚房。哇！呢個廚房咧，我覺得可以重點咁介紹啦。咁以往咧，我哋喺市區咧89平方，好似類似澳豐啦，係咪啊？澳豐天宇啊，咁人哋嘅廚房我真係可能有佢一半左右嘅 size 嘅啫，一半 size。咁不過呢個睇翻粵海城嘅呢隻設計，哇，一個 U 型嘅設計啊，唔係 L 型啊，係 U 型嘅設計喺度，仲可以放翻個雙門嘅冰箱位喺度，所以呢個 size 可以同而家目前出邊市面賣緊嘅81方、82方嘅廚房可以媲美嘅，所以廚房非常之大，而且非常之適合啲街坊咧，中意喺中山買間樓買度假嘅話咧，住翻2尾非常之合適喺度嘅。嗱，呢隻戶型廳非常之開闊。咁再講翻嚟正區先。嗱，呢度咧佢有3間房度啊，1間房、2間房同埋3間房啊。咁基本上係3開間全部向南邊嘅。咁首先講緊第1間房先。嗱，呢間房嘅話咧係直接連通翻出邊嘅陽台嗰度㗎。我覺得而家到時收樓嘅話咧，同樣按翻樣板房咁，放翻張1.5米嘅床啦，咁3邊落床位都冇問題。嗱，呢度咧，其實呢個唔係交標嚟㗎，不過樣板房咧，其實同大家展示翻，即使到時放翻張一個60公分厚嘅一個衣櫃位都好啊，成個房間其實都好開闊喺度㗎。而且呢度嘅話咧，每日起身拉開段門出翻去陽台，望翻一個海景，成個人都心曠神怡，好精神啊，係咪啊？嗱，呢度第1間房啦，咁隔離嘅話咧，又第2間房。呢間房咧屬於個陽光房嚟㗎，係屬於陽台佈建嘅，所以講呢度位置咧係贈送一半嘅面積喺度㗎。咁而家目前樣板房咧係做咗個兒童房喺度啦，咁放咗張1.2米嘅床啦、衣櫃啦，同埋一個書台啦，其實位置嚟講都 OK 喺度嘅。嗱，咁再講翻主人房先。
嗱，呢間主人房嘅話咧，都係放一張 king size 嘅床啦，1.8米嘅開間喺度啊，三邊落床位冇問題，仲有一個套間添。嗱，套間嘅話咧，雖然講佢嘅 size 唔會話非常之大，不過我覺得係夠用嘅啊。即使因為呢度係畢竟係89方，數咗3間房，2個衛生間，而且最關鍵嘅話咧，主人房嘛，一定係成間屋戶型嘅 C 位嘅，佢望翻出嚟嘅景色咧都係同樣係 C 位，因為呢度咧係一棟嘅，一棟啱啱好咧喺前面2棟樓之間係最開闊嘅呢個位置喺度嘅，所以講望出嚟嘅景色咧都係同樣係最開揚喺度嘅，咩啊紅樹林啦、橫門水道啦，同埋啲山景啦，非常之舒服。嗱，除咗呢隻89平方之外咧，可能有啲街坊覺得，我要買翻啲大少少嘅面積喺度喎，都冇問題喺度啊。咁接落嚟咧，同大家嚟介紹翻啲另外一隻110平方嘅3房啊。嗱，呢度咧，因為咧佢前邊咧2間咧係89平方嘅3房2衛，係2衛生間喺度嘅。咁呢度咧其實就係一個電梯廳喺度啊。嗱，好闊㗎，2梯4戶，成個電梯大堂好光猛，唔會話好似平時好多啲小區咁，啲風曬窗度好黑好暗喺度，即使連開燈都好啊，採光都係非常之靚喺度嘅。嗱，咁接落嚟咧啱講嘅，前面2戶係89平方，咁另外我左手邊一戶咧，佢就123平方嘅，咁隔離呢戶咧就110方喺度嘅。咁我首先咧同大家介紹翻咧，就擺放一隻戶先啦。呢戶人呢個隻單位咧，佢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咧，第一個佢係屬於雙陽台嘅設計啦，第二個就係佢一個結構連板啦，呢個位置咧屬於一個贈送空間喺度嘅，所以講110平方，佢寫上去咧係做3房，其實可以做到4個房喺度嘅。咁接落嚟同大家嚟介紹翻。嗱，而家目前大家見到係創意板房，唔係膠標啊。咁膠標嘅話咧，可能四邊嘅牆身咧都係乳膠漆嚟嘅，冇咁多飾品喺度啊。不過我覺得膠標都係非常之正喺度啊。嗱，咁睇翻戶型先。而家目前咧樣板房嘅咧，佢做咗個封窗嘅效果喺度啦。正常係陽台有個推拉門喺度嘅，而家做咗封窗。咁後邊喺我左手邊嘅位置度咧，其實另外一個陽台喺度可以望翻個遠景㗎。等於一邊望海景，另外一邊望翻個遠景，都係非常之正喺度嘅。咁首先同大家講翻個主陽台嘅 view 先。而家目前雖然講做咗個封窗效果喺度啊，不過咧都同樣都可以望翻我哋嘅一啲海景喺度啦、水景啦，不過當然啦，可以咁講翻啦，佢呢個戶型180平方嘅戶型咧，望出嚟個 view 可能冇啱啱89平方咁開揚，因為前邊嘅話有樓擋咗少少喺度，咁當然都可以望翻啲海景喺度嘅。咁同樣咧，佢嘅陽台啱啱講過喺度嘅，佢所有嘅陽台基本上集中喺主陽台度嘅，所以同樣佢有一個去到6米長嘅一個長陽台喺度啦。所以講做翻個封窗之後咧，成間屋好大氣喺度㗎。咁廳嘅開間因為佢8方嘅，比啱啱89平方大，所以個廳嘅開間咧都去到4米嘅開間喺度嘅。咁連通埋隔離嘅一個飯廳啦、廚房啦，嗱廚房都可以講翻啦。廚房嘅話咧，佢都同樣做得好大喺度㗎，所以粵海地產呢間公司嘅 design 咧，真係覺得點讚喺度啊！雖然講單位唔係好大，廚房嘅空間非常之闊，同樣可以放翻張雙門嘅一個冰箱喺度啦。一個 L 型嘅設計喺度啦，呢啲都係大家所見即所得嘅。啲櫃位都係膠標，3件套都係膠標。同樣佢呢個廚房我最中意嘅咧，除咗個大之外咧，就係嗰個大嘅明窗喺度啊嗱，一邊係固定封咗嘅，另外一邊可以推開嘅。即使喺呢度洗碗度咧，可以望翻前邊咁開闊嘅 view。係咪啊？咁接落嚟咧，同大家講下後邊嘅陽台先，因為我覺得呢個小區可能突破咗好多街坊嘅認知啊！點解咁講咧？首先嗱，大家見到而家鏡頭喺度啊嗱，佢粵海城咧，佢係目前馬鞍島嚟講咧，容積率最低嘅一個小區啊，2.5嘅容積率。嗱，大家可能聽到2.5話好高喎，不過相對於成個馬鞍島嚟講，一般而家目前馬鞍島嘅話咧，因為佢有啲商業性質喺度啊嘛，咁去到容積率正常嚟講去到3.0到3.5嘅，咁呢個樓盤佢嘅一個容積率去到2.5啫，而且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佢流動嘅一個佈局啊？所有嘅流動嘅方向基本上都係屬於一個向南邊嘅方向啦。第二個，每一棟樓都可以望得海景，睇你係正望啊，定係遠望到啲海景嘅啫。所以講，而且佢嘅樓間佢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全部係一字樓，而且每棟樓都係獨棟嚟嘅，證明咩樣嘢？就係每一間房佢保證嘅佢嘅光度咧、光線咧都係非常之充足，唔會話拍埋啊，好逼焗啊，冇風啊，唔係喎。所以講呢度住得會好舒服喺度嘅，而且大家攝影師又影翻前邊嘅嗰個樓梯啊嗱，大家有冇留意到佢嘅入住率
唔係話好似坊間出邊大家好似其他 agent 咁講，話馬鞍島個荒島啊配套跟唔上，佢冇人住喎。大家見翻嗱，而家目前入住率咧，起碼係超50%可以咁講噶啦。好多嘅生活陽台啦，好多人種綠植啦，晾住衫啦，封咗窗噶啦，所以呢啲就係入住率嗱，入住咗小區，唔係話死城冇人住喺度㗎。而且再講翻成個園林啊，咁下邊嘅園林咧，其實都獲過好多獎喺度㗎，而且比較精緻啊。佢下邊除咗一個1公里嘅跑道，塑膠跑道啊，唔係嗰啲瀝青，係塑膠跑道。平時喺你喺樓下跑步啦，仲有一個雙草皮啊，啱啱講嘅可以露營啦，係咪啊？放翻張休閒椅，飲翻杯咖啡啦，都會非常之正喺度嘅。而且佢綠化咧，我覺得比較得意喎。佢前面可以種咗啲做竹林喺度㗎。嗱，呢隻設計咧，選材嘅綠植咧真係比較特別啲啊。咁如果夏天嚟講，見到成排嘅啲竹林咧，真係瞬間都係非常之清涼喺度啊！咁另外嘅話咧，其實另外一個比較得意嘅話咧，就係佢小區入邊仲有一個沙灘嘅一個沙灘池喺度啦。咁隔離就係泳池啦，所以講叫沙灘泳池喺度啊。咁即係好似隔離好多嘅啲小朋友啊，或者啲中意屋企人帶娃嘅帶小朋友嘅，其實就係喺呢個小區可以玩一日喺度，因為有滑梯啦，係咪啊？有啲沙池有水啦，小朋友最中意喺度嘅，所以好多嘢玩。而且每一棟樓嘅樓下啊，一樓度咧叫做不同主題嘅一個飯會所喺度嘅，所以咁非常之配套非常之齊啊！咁另外再講翻啦，可能啱啱鏡頭大家見到對面好多啲黃泥地喺度，對面做乜嘅咧？係咪起樓定係做乜嘢嘅咧？咁到時咧對面嘅話咧係做一個叫產業園嘅一個產業園喺度啊，可以咁講啊，係蝦大嘅。所以講因為馬鞍島嘅話咧本身就會好多產業啦，當然佢唔係話做嗰啲生產類嘅啲噪音嘅，係做科研嘅。到時呢度咧係做嗰個科研嘅產業園喺度啦，所以呢個位置第一個佢嘅起樓唔會話太高，第二個佢冇噪音啊，基本上都係一啲高材生喺度敲電腦做研究嘅啫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喺度啊。咁再回歸翻呢隻戶型啊，啱啱講咗嘅好多個洞區啦，咁講翻正區先，首先從第一間房開始講起。呢間房都係全南向嘅，一開間、兩開間、三開間、四開間、四開間全向南，呢隻係戶型嘅最大特點。呢度位置咧係屬於一個贈送空間啦。佢有少少斜位喺度嘅，不過咧用翻裝修嚟彌補咧，我覺得拉翻直佢咧好好用㗎。咁呢度咧可以做翻個客房啦、雜物房啦，或者做成書房都 OK 啦。因為目前咧佢樣板房做咗個好似工作間嘅手作坊嘅一個單位喺度啦。咁睇下各位街坊點利用翻呢間房喺度啦。而且佢嘅景咧可能就差啲喺度嘅，所以做翻客房或者係做於跑步房啊、瑜伽室啊都 OK 喺度㗎。呢係第一間房。再睇翻第二間房先，第二間房嘅咧，同樣好似啱啱89平方一樣喺度嘅，直接同隔離嘅陽台連通咗，都係同樣可以望翻少少嘅一個海景喺度啦，同埋個紅樹林景都係望得到喺度嘅。呢間房大概12個平方左右喺度啊，咁現場放一張10米半嘅大床喺度嘅，都係好開闊喺度嘅啊。再過喺第二間房對面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公共衛生間啦，即係客廁啊。咁都係做咗個3進式嘅一個設計喺度嘅，都會比較實用，好大啊。再講翻第三間房先，第三間房嘅話咧，如果目前咧做咗個兒童房喺度啊，咁利用飄窗嘅空間咧，直接將張床拍咗入去飄窗上邊喺度嘅，所以講成個空間利用非常之夠喺度啊！咁呢度嘅話咧，而家目前佈置咗隻小朋友嘅房喺度啊，呢間房大概都去到同樣係12個平方左右喺度嘅，不過咧佢因為間床嘅擺法拍咗窗邊之後咧，話呢間房嘅空間利用非常之多喺度嘅。咁壓軸再講翻主人房先，呢間主人房比啱啱89方係大咗好多喺度嘅，最主要嘅話咧，佢就第一個。成間房嘅個 size 咧，去到25個平方左右啦。多咗邊啲嘢咧？第一個佢一個大嘅窗面啦，呢個一窗啦。咁隔離嘅話咧，仲有一個細窗喺度嘅。細窗嘅話咧，佢呢度位置咧，同樣去望翻我哋一個園林嘅。園林嘅一個水景喺度啦，同埋一個出邊嘅園林景，所以講都係非常之通風喺度嘅。咁再過翻嚟咧，其實就呢度嘅衣帽間啊，兩邊可以掛衫啦。同埋一個洗手間啊，洗手間嘅尺寸同樣都非常之大，3進式嘅設計，所以呢間房我覺得非常之正喺度啊！呢間房喺度啊，110平方嘅3房啊，咁其實
呢棟樓嘅話咧，因為作為一個成個粵海城嘅 C 位啊，咁佢仲有隻戶型係123平方度㗎啦。大家嚟跟住個鏡頭繼續睇落去喺度啊，每一隻戶型都有佢嘅一種驚喜喺度啊嗱。對面就係123平方啦。咁123平方嘅話咧，有咩特別喺度咧？嗱，從呢對門開始講起喺度啊。嗱，啱啱我哋講咗呢隻3隻戶型咧，佢冇一個獨立嘅一個前廳喺度啊，係咪啊？咁呢度咧就有啦。嗱，呢度好厚實嘅一個防火門喺度啊。其實平時一關埋佢，呢度就係你個獨立嘅空間喺度啊。而且有個明窗喺度嘅，咁呢度大概話大唔大啊？話細唔細啊？呢度咧大概都有去到4到5個方左右嘅。咁側邊其實大家可以到設計翻一個雜櫃喺度啦，係咪放翻啲拖鞋啊、鞋櫃啊或者飾品啊都 OK 喺度嘅。咁再過翻嚟屋，大家睇睇先。嗱，呢隻單位咧可以咁講啦，係啱啱110方嘅一個放大版。放大版其實戶型一樣，同樣都係一個南北對流嘅一個戶型喺度啦，同樣係做咗4間房嘅。最主要嘅咩唔同喺度咧，就係嗰個 view 啦。大家睇翻先，哇，真係好靚喺度。嗱，推開門之後，首先我哋入嚟嘅話咧，就係一個7米長嘅陽台啦。咁再過嚟嘅，同樣就係望翻我哋一個紅樹林啦。唉，都係橫門水道啦，同埋一個五桂山嘅山景喺度啦，連片啦，非常之舒服喺度啊！好靚，真係喺呢度。平時喺度真係整翻張涼椅喺度，嗱，看住喺度揸飲翻杯咖啡，係咪啊？晚黑嘅飲杯紅酒，好舒服啊！而且不斷咧有啲風啊，南風啊，海風吹過嚟咧，成個人好精神、好舒服喺度㗎。嗱，另外嘅話咧，值得一提咧，同大家講翻先啦。嗱，呢個粵海城嘅話咧，佢仲有一個係非常之有實力嘅開發商啦，大家見到啊，呢對面嘅樓咧，雖然講而家目前未開售喺度啊，不過而家全部整體係成個項目150畝一個項目，成個項目已經綜合驗收咗喺度，確咗權喺度噶啦，證明乜嘢？即買即收樓，全現樓喺度嘅嗱，所以大家唔使擔心話，以後啦買咗樓之後啦，會唔會話咁呢棟樓可能唔賣緊喺度，咁下一棟樓咧可能又驚佢裝修，唔係喎，呢個開發商整體幫你搞掂晒喺度，唔使擔心日後話隔離屋今日裝下修，聽日就揼下牆，唔會，全部幫你搞掂晒喺度，所以講呢度先叫真正嘅一個道教，可以咁講啊。嗱，再睇翻後邊先，後邊其實個景咧都同啱啱嘅差唔多喺度啊，個景觀喺度啊，不過咧佢嘅 size 咧會比啱啱嘅更加開揚，因為個陽台會比較長喺度啊。咁當然好多街坊可以到時嘅話咧，呢度做翻個風窗，我覺得建議做翻個風窗啦。咁保留翻前面個望海景啦，做翻風窗，哇！呢度就好大空間度啦，成個客廳直接托咗出嚟喺度啊。咁當然如果唔選擇風窗嘅話咧，其實喺呢度做翻張椅，望翻咁靚嘅園林，同樣都係好正喺度嘅啊。咁其實我如果俾我買咧，其實我中意買翻啲低樓層，唔一定太高喺度啊，因為你低樓層第一個咧，你比紅樹林會高啲，第二個，你下邊嘅園林咧都望得到，第一前邊可以觀海，後邊可以觀翻園林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關鍵係價錢優惠啊嘛，係咪啊？嗱，啱啱講咗一個餐客廳啦，係咪啊？咁接落嚟咧同大家講翻廚房。其實廚房我就唔想講到，因為廚房嘅話咧，其實同啱啱嘅 size 嘅設計係一模一樣喺度嘅，只不過有咩變化咧？個 size 會大少少喺度啊。嗱，咁接落嚟同大家睇下房間先。房間嘅話咧就一間房，直接第一間房嘅話咧，佢係連通咗陽台喺度嘅，呢個第一間房啊，上一間、第二間房同埋第三間房，其實就係一個放大版喺度嘅，放大版喺度嘅。咁我而家今次為咧就唔過多嘅一個敘述喺度啊嗱，我俾我推介嘅話咧，其實咧第一個有啲中意買翻啲細面積嘅單位啊，呢啲街坊啦，咁我推薦翻89平方嘅嗰種單位啊，因為89平方嘅話咧做咗3房，而且有間房咧係屬於一個贈送空間啦，係咪啊？贈送空間嚟㗎，89平方嘅，做咗3房2廳2衛喺度嘅。咁第二個咧，我會比較推薦嘅咧就係呢隻123平方嘅單位喺度嘅。點解？因為佢嘅 view 望出嚟會更加開揚，會比110方嘅 view 咧會更加開揚喺度嘅。嗱，呢棟樓可能好多街坊會好好奇啊！喂，究竟買緊幾錢啊？又可以望到海景，又望到紅樹林，又望翻咁靚嘅園林 view。咁呢度唔係
點講咧？呢度因為成個粵海城嘅一個思維啊，佢咁講一棟喺度啊，咁而家目前賣緊咧，基本上係到1500到16,000蚊一平方，帶埋精裝修、即買即收樓喺度嘅。咁可能有啲街坊覺得，喂，而家我覺得一棟有啲貴喎，有冇啲性價比高啲嘅？咁同樣都有啊，有啲係除咗一棟以外咧，而家目前賣緊係14棟都有喺度嘅。咁同樣嘅面積，同樣嘅 size， 不過景觀咧，可能佢唔係話頭排啦。佢係屬於第2排嘅景，都同樣都會望翻我哋一個海景，因為佢每棟樓啱講過嘅，側側地喺度嘅，所以講每個鋪位望嘅景色都唔一樣喺度啊，係咪啊？同樣有89啦、110啦，同埋123方喺度嘅。咁當然有啲鏡頭前面街坊覺得我可能得2個人住，甚至乎1個人住喎，又想買翻啲咁靚嘅 view 啊，望翻啲園林喎，都有。可以買翻啲第3到3、4、5棟喺度啊！咁而家目前最後嘅10間單，仲有10套嘅79平方嘅2房單位喺度啊！咁佢咧可以直接可以望翻我哋一個咁靚嘅園林，因為佢嘅樓距非常之闊啦，去到300幾米㗎，即係由屋苑嘅最左邊可以望到最右邊300幾米喺度嘅，所以講都值得大家嚟睇睇。有細嘅79方，有大嘅去到123平方都有選擇喺度嘅。嗱，中意呢個屋苑，中意望翻咁靚一個海景、紅樹林景嘅，係咪啊？又想住翻啲咁有質素嘅一個樓盤嘅。有咩疑問嘅，大家都可以掃描視頻上方二維碼聯繫翻我阿 Ken 啦。咁到時嘅話咧，可以我哋提前預約我話咧，有專車接送嚟屋苑，到時可以慢慢睇、慢慢揀。畢竟粵海地產係非常之有實力嘅地產一個國企，可以咁講啊。係咪啊？做一個水務啦，粵海水務啦，係咪啊？有提供供港嘅一個基壓鵝喺度啦，係咪？又有產業園喺度啦，我覺得非常之有實力㗎，而且成個屋苑嘅話咧，唔使擔心會爛尾，全年樓，中意睇邊間買邊間都冇問題喺度嘅。嗱，今期節目到呢度啊，下期大家有咩想探嘅，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同我互動翻到啊。嗱，今期到呢度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